高雄的三面公园正在进行改造工程，这公园处为着要做草坡啊、甲造景，要把这61丛的树啊刷走。护树团体就批评讲，这毋是正办的做法。那地方的机关是希望讲爱尽量保留这树啊。不过公园处讲会刷走的拢是有问题的树啊，会甲护树团体来沟通。两三楼悬的树啊，正规排，看起来就亲像绿色磅空共款，真水真清幽。伫高雄市中心的三面公园面积有5.1公顷，内面树啊大细丛加起来有738丛。因为公园正在改造，不过有风声讲，公园处为着要做草瓦坡，按算要甲这条绿色磅空一寡树啊刷去别规整，护树团体认为真无妥当。可能讲你0.2公顷左右会使，但即马补加0.4公顷，遮大2倍大的一个草皮。就变做热啦！公园上重要是你要有树荫啊。咱公就是需要较侪这种绿荫保护大家伫这内底会较凉，然后会较舒适就对啊，所以咱希望讲，当然护树团体甲咱的公园处会当搁较侪这个沟通。议员嘛认为，附近居民拢会来公园运动行踏，尤其高雄天气热，若甲好好的树啊刷走，毋是正办。公园处表示，三面公园这几年接应规跋筊、加有济，也有奥多摆乱起来问题，造成地方的困扰。市府要开4000万来改造，第一期是以公园中线的景观大成做，会增加爬架、步道等等，大约会有61丛树啊爱刷，不过拢是有问题的树啊，才会去甲叮当着。有安全性、生长不良，或者是抵触公园维修及救灾动线的树木。有关民众对于树木移植部分尚有异议，公园处正在了解地方的需求，检讨调整。护树团体讲，树啊要生甲遮大丛无简单，因毋望市府会当甲地方的建议听入去。下晡议长也先找公园处来会勘了解状况，看后续要安怎来调整。记者郭家如、邱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